到样子赚钱了还在家啊？哟，真个赚钱呢！病忙地里做得来个，你讲来头这两年没工作，海里头好好多有赚钱，啊，侬个明年带幼儿园去个托费赚出来。10块钱，不怕杀手多得几只哪赔家？哟，还不讲结发现呢？那个件 T 恤衫哪个啥大户个家？都没找到辰光上学，还有件套在脚板头浪向个嘞，现在早一班点跟头，奶奶讲个下半年再拿出来拨我出风头。后皮熬得咕噜咕噜尖，想来想去嘛，还是凤女鸡嘞。男友生煎焖肉生煎米。哎哟，阿爸，你还不让他爱吃生煎米，实力当你叫吃敌人玩。你晓得个屁！原价34，现在16块。大众点评上个样板不喊白不喊，真的也是也。服务员，给我一个打包盒。打包盒来了，要不要钱的？不要钱的。为啥喊？为啥喊？接力当班，今朝中浪个荤山菜杀缸子，夜头个蔬菜菜蘸着泡头子，连门站站浪向个吃足山菜鱼沙律子。阿爸，狮子侬是恨不得三个自动走走。事业单位退休工资1万多，企业单位只有3000多，没办法，你多吃一顿，我这还分3顿吃。